我幾中意做基佬嘅，其實我保持一個低嘅工資咧，於是乎我出嘅率就高啦。咁咪所以做咗好多，乜都做過啦。大家仲認唔認得佢？佢係有無線御用惡霸之稱嘅麥少華，曾經演出過多部經典劇集。由於身材健碩，又經常玩震波，因此亦都被外界稱為震波大隻佬。不過近年佢已經絕跡幕前，冇再拍戲啦。日前2026年香港演藝人協會春茗茶聚，喺現場嘅大合照中，唔少網民都發現咗麥少華嘅身影，不過就令大家感到好驚訝，事關佢同以前嘅爆肌形象大有出入，成個人好似縮晒水咁，身形明顯消瘦。不過精神狀態唔錯，好多網民都話瘦到完全認唔到佢。麥少華外表惡形惡相，以前經常喺劇中飾演惡霸、劊子手呢啲角色，雖然戲份唔多，但令觀眾印象深刻。佢曾經喺訪問中大爆做特約演員嘅辛酸，直言行內存在惡性競爭，如果要維持高出鏡率，就必須要保持低人工。而佢為咗有更多演出機會，就唯有接受呢個不成文嘅規定。佢又話從嚟都唔覺得自己正式入行，更自嘲只係嚟飯盒。其實麥少華嘅正職係一名旅遊巴司機，平日佢除咗揸車接拍之外，仲要落手落腳維修車輛。所以每日嘅工作時間都好長。佢坦言，如果單靠演戲收入，可能連自己都養唔掂，更莫講話要養妻活兒。所以就算佢好中意演戲，當年亦曾經有機會簽約轉做全職演員，但最終都係因為薪酬過低而無奈作罷。